你會喺度等翻工搭地鐵嗰陣，好彩咁樣撞到個女神；你會等朋友聚會嘅時候，好彩有個單身嘅女仔對你有好感。你唔會去提升自己嘅吸引力，你唔會去學習兩性動態嘅底層邏輯，你只會喺度祈求個天跌條女落嚟俾你。咁結果係點呢？就係當你終於好彩遇到一個質素平庸甚至充滿 red flags 嘅女人，而佢又咁啱咁好彩咁樣肯理你嘅時候，你就會如獲至寶啦。你會將佢好似神咁樣拜，你會變成一個毫無底線嘅 beta 供養者。點解啊？因為你嘅潛意識會覺得，哇！我咁好彩先至遇到佢，我唔可以失去佢啦。而喺女人眼中呢一種心態係極度嘔心嘅。演化心理學話俾我哋知，女人嘅擇偶機制係慕強嘅。當佢發現咗你將佢得到佢歸咎於運氣，而唔係你自己本身嘅實力同埋吸引力嘅嗰陣時候，你喺佢心目中嘅性價值就會瞬間清零。佢會知道原來你根本冇撚選擇，你只係一個拾荒者，一個靠好彩先至執到件垃圾嘅廢柴。你憑咩可以要佢臣服呢？你將會永遠冇辦法體驗得到女人對你發自內心狂熱